我叫庄万清，我只是一个工人，我想要请各位媒体朋友帮忙。我才发生什么嘅事啊？先莫讲，跟我的病甲因无关系。卡叔讲恁若是我，你敢会甘愿？这种无法尘突，今后能会潜水不明。之前能做捷运的工厂，可能是加压工法的问题，抽绳骨头偏边。什么意思啊？这个很严重啊，这会造成生命危险。快开，去啊！做快开！是嘿哦，某一天会坏死啦。恭喜发现万，人家有200万嘞！上用钱解决问题哈。哪年志向解决大家的问题，真嘢嘛嘅，做得实来。其实对哪年工人来讲，钱是最实在的。好，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主持人钟义权阿群妹，今下大家看到嘅影片，应该有伫下个电视台有新的戏剧，要同大家来见面了。也部戏剧叫做《都市开机组》，大家今下应该透过短短的个预告片段，有本去想到，以前迄啲嘅公益的片，韩国一群工人嘅故事，韩国今日嘅节目当中就会好好来同大家来小嘅一部戏剧，韩国下来为伫3月28號到禮拜六晏晡頭9點都做得來看到，所以大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演員鐘瑤分享。大家好，我是鐘瑤。分享韓江哦，好漂亮哦！多謝。好，接下來分享都市開機組嘅製作人韓國編劇分享陳南飛分享。大家好，我是製作人南紅。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家下有看到一些些的短短的個片段。唔過我相信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一部嘅應該沒有看到很多搶先的預告，大家應該稍微都有看到了。所以，身來一部戲劇按到都市開機組，佢同規個城市有關係，家下沒有看到，同捷運有關係，係唔係現場呢？製作人南紅哥，同接看到很多客家電視台，特別來時間就會同大家來宣傳好嘅戲劇嘅，也擺係聽講係第8也係第9部客家嘅作品，會同大家來見面。所以一部都市開機組，也嘅故事大體係啲嘅講嘛嘅，跟大家介紹一下。都市開機組是這個發想源成從原本是從林生祥的音樂專輯《林暗》，整張專輯其實是在講工人的喜怒哀樂，都市群是生祥老師來到台北，我記得那時候他好像住在淡水的時候，對。你創作嘅一種專輯，第一度嘅歌曲是在講他的一些離鄉背景打拼的一些故事。應該是他的朋友比較多，朋友比較多。那我那時候對客台爭了一個案是音樂，那我就覺得那生祥的專輯都是講工人，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人？那裡面有一首歌叫《都市開機組》，我就想說，那既然叫都市開機組，開機組原本是講這一群蠻荒的地方、沒有人的地方，然後大家住下來開墾這個地方嘛。那既然開墾要成為都市，那他們開墾什麼？我的腦袋就浮現是捷運，就有捷運的地方，那就能夠成為都市。我的腦袋裡面跟我生命經驗裡面有一次是台北市發生的。1996年的時候，前後發生潛水夫病這個事件鬧得蠻大，我就覺得，那我就開始看資料，那我就決定要把北捷那時候這個事件跟生祥的專輯把它合併在一起，寫成這個都市開機組的故事。哇，很剛好有這個機緣，就把依照同好嘅音樂專輯，韓國一個本年英雄董承片的一個這個新聞的故事，把它結合在一起。那實際上第一也把客家電視台來播出來這個都市開機組，它的劇情大概是在講什麼呢？它的主要的這些人員啊，它裡面發生的故事，比如講，剛剛有看到潛水夫病，在這部戲裡面又是怎麼樣的存在呢？ OK， 故事是先從因為那時候我聽周永峰老師先看，因為永峰是生祥寫詞的，所以就在聊他那時候其實他接觸捷運局也是他在當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就聊到比較多歷史的層面，還有聊到蓋個捷運其實呢往下挖會有不同的那個土地的斷層，所以那些代表就是時間。所以我們就想說，如果是時間，那他們先從挖到一個寶物開始好了。所以故事就是對啊，
然后我去访问由工商协会透过工商协会介绍那时候的潜水服兵工人，因为那时候的抗争是工商协会所率领的。访问大概10来位工人里面，都发现工人想要翻身。翻身是工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要按辛苦就会 V 到上要有某 Q 用给你，对，很努力。所以他们从挖到一个军刀开始，就慢慢厄运就来了，有人就过世，然后公司的总经理也过世，然后慢慢会知道原来第一个过世的伙伴们背后藏了蛮多秘密的，然后就跟这个潜水服兵的事件有关。但在那时候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并不想让故事走向工人要抗争。反正工人想要抗争，反而是美丽，就觉得说，哎，你们其实受到这个委屈就应该勇敢去冲撞。可是工人第一步不这样想，会有一些原因的，就是他们的退让，他们的就是自我觉得我不选择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们会不会从原本是好朋友，然后就四散了。点都也的公演这个上嘛，该也是这部戏没上会同大家来分享的，所以也的角色底度全部就当中有。因为节目当中有来这些亲讲的演员，就是我们的钟瑶，然后看到竟然有一些面缝缝，有点害羞，很漂亮。像到钟瑶来做亚普戏的一个什么一个角色，刚刚我们在预告片里面也有看到，没抢钟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个王米莉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你刚刚说的我都听得懂啊，真的吗？那我等下全部讲客语喽。可以，一定可以。毕竟我本来就不是客家，完全没客家人。你先说，我今天声音真的是有点磁性，感冒。对。剧中我的角色叫做黄美丽应该是说在这个这个所有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对，因为一整年公演动都就会写来一个角色。那故事的背景主要还是发生在1990年代嘛，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女性在工地里工作的那个几率，其实应该是说，那个例子是非常少的，更别说是一个工地的女主任。那黄美丽这个角色呢，她本身是来自工地世家，她爸爸也是在做工地的，然后所以她自然而然从小就会对这个做工啊，就是有一些背景，有些知识，熟悉度。对，那她当然也会希望在那个世代里面能够被看到，能够站在自己可以克服，应该是说社会环境对她的既有印象当中，所以以美丽这个角色，她本身也是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当她深入认识这些工人之后，发现他们不只是在这个当时在整个工地上制度上的问题以外，国家政策的问题以外，然后包含这些他们工人们生活，他们要怎么更好，所以美丽就在这个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希望让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有一些工作上的福利、权利也好，都能够再拉上去一个层次。对，让他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可以好好坐在这个女工地的这个位置上面，可是他自己往下面去探看这个一切，然后带着整个故事的剧情往前走，这样。那当然，这个黄美丽这个角色，她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原型。对，就是有南宏哥他说，确实是有一个台湾第一位女性工地主任的存在。我起给马屁，我起鸡皮疙瘩哎。然后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角色。然后他希望黄美丽也可以代表这个当时的女性，然后有一些亮点这样。对，故事想会讲给故事正经懂懂，但是其实大家不要被这个议题呀，还有被刚刚给预告片可以有一些的严肃气氛有一点沉重，但其实。我看到的一些前导预告片，它的风格其实很轻松的，因为我觉得南宏哥很特别的放了一个工地 F4，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非常懂猜题的感觉，就像隔壁邻居嘛，隔壁的阿寿阿豹的感觉。介绍一下这个工地 F4的角色。好，我工地 F4其实是拍片的时候工作人员取的，我们原本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后来变成那个行销宣传梗。对，F 是因为 flower。为什么？就是4朵花哦。他们说他们是，所以其实我问他们什么是工地 F4，然后其实那工班里面还有另外3个人，他们说他们是 G3。那时候为什么是 G3？
Green 不是 grass， 这是草，草有花就有草啊，所以他们陪衬的这3个人，所以里面其实有 F4跟 G3，是他们自己取的。哎，工作人员取的啊，OK，对，其实是工作人员是有7个吗？总共7个，对，7个小矮人，你就是白雪公主。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个工地的领班，就是阿才，然后阿才是单亲。然后有一个女儿，宝贝女儿，可爱的女儿。对，然后他有一个在故事发展中，因为他是突然，他原本是站体的，因为在一个捷运主要有站体，然后隧道组，还会有一个机电组，然后会有一个有一个总的一个叫什么？反正管理组，就基本上有3大块，所以他原本是站体，他是不认识隧道里面的人，隧道这些的人。那他在当隧道的工地主任的时候，阿才会也压抑，怎么会有个女生可以进来？因为女生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进工地的。那时候就因为随着这剧情过程，阿才就有点喜欢美丽。对，虽然他知道美丽1学历高，2爸又刚离婚。要不然这样很像横刀夺爱，介入人家家庭。对，但是这些角色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有，就阿才的最要好的朋友叫柏青，就是杨大正演的。对。杨大正人是非常非常乐天的人，可是喜欢投资。他投资的时候去预告里面，他想要住大楼啊，开宾士。就是想要翻身，就像我刚刚讲的。所以阿才反而是自己最不想翻身，但是最希望女儿翻身，所以女儿才去学拉小提琴这样子。那个高追其实是声响的领案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叫高追。对，全部都跟那位。对，跟高追在故事里面，其实有时候他会冲一条头条新闻，就是干大事，会弄出头条新闻，肯定就是杀人嘛。但是为什么杀人啊？那当然专辑歌里面没有，所以我觉得，那高追这个的角色应该是很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高追是大家里面的开心果，然后他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身份的特别这样子。大家刚才看到第4集就会知道了。你要先剧透就对。第4集我就没有先剧透了。然后最后是万青，万青是里面稍微偏年长一点点，然后他就说靠老婆住在老婆家。对，他一直竹生哥演的，一直想要很草根的一个角色。对他是里面唯一讲台语的。超好笑的，为什么台语、客语、国语3个这样连在一起，大家都互相听得懂？这个冇问题，这其实係有動到嘅TP 嘅設計到地度，先休息一下，等下做到節目再個同大家好好來分享。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客家天使清醒的戲劇，按照都市會記住。3月28號戲4到禮拜6暗晡頭9點，大家聽咗我來收看。因為我知道也係一個青少年嘅故事，大家應該有對一部嘅預告片有看到當到宣傳，係嗰種相應嘅部分。當然，一部戲劇上我講嘅內容係個議題有當到。今日節目當中就是好好來同大家大再顧一下。基本嘅節目當中來到也請講嘅演員總有會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我一開始有問到，總有也不看係冇客家嘅戲演嘅，唔過你講到你有一隻給我有客家嘅戲演，我覺得這故事很可愛。你的狗狗它是客家狗，對不對？對，他問我說我有沒有客家血統，我說沒有，我之前那隻狗有，因為我那隻狗8歲的時候我領養回來，然後它的前身主人一家都是客家人，所以我的狗狗就名叫安谷。安谷就是就是逗小孩的時候的安谷，很可愛的感覺哦。所以總有一擺做呀客家戲，頭擺其實沒有做過客家天使嘅戲劇，也有演過。是第2部，這是算是第2部了，但是也應該係大量客語。我的第1部他是給我的角色是不用講客語的。哦，對，這麼好。老實說，我在接這一部之前，我聽到客台，我就很想要拒絕，因為我知道要花更多的時間，比我平常準備角色更多的時間去準備，所以我會有點卻步。然後我就說，啊，我還是先看劇本好了，就看完。
不得不说还真是不错。怎么样打动你的？我很好奇。但是首先这个职人剧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的嘛，而且很难有机会可以演到一个工地，在工地工作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讲，它不是说一种绝对的挑战。挑战是客语的部分，对我来说，难是难在就是我要就是新鲜是新鲜在我可以在这个职人的这个环境角色里面，然后去感受1990年代的一些故事，然后再来就是学客语，然后跟这些比较有接地气的演员一起就是一起擦出火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蛮期待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南宏哥他们做的戏。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对，所以还蛮有把握，也是第2次一起合作的，对，所以后来就接了之后就顺理成章，但是确实是比一般准备戏剧的时候时间再更长1倍。就如果是我们拍摄期是3个月，然后我还要再往前再多花3个月去学语言，然后去了解这个角色他到底背后的故事，然后要怎么让自己看起来不要那么的。不太像这个剧中角色跟故事背景的人物。其实我因为宋一白跟钟瑶，就是我在看《都市开机组》的之前的前面版本的几个版本的剪接的时候，我看到的钟瑶跟吉姆尼看到的钟瑶，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在戏里面对真劲这种都 HQD 都会很专业，懂专业，然后都得有一类用色东西会证明自己给大家看的一个女强人的感觉。我们讲看到本人的钟瑶，就是一个领纱隔壁的太姐姐的那种感觉，就很亲切。所以我想问一下南宏哥，因为钟瑶的样子跟他在戏里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南宏哥怎么一开始不会想到讲会请钟瑶来做这个美丽的亚扎角色？观众可以上 YouTube 去搜寻一下，台湾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女公立主任应该是挖南回铁路的，她全家都去南回铁路，全家都住过去啊。正好我们拍的桃园工地的总督导就是那一个女公立主任，就蛮巧的，真的蛮巧。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台湾大概有几个女公立主任的身影，大概这20几年来、30年来，其实都会稍微偏中性一点点，因为你大量要跟男性沟通，然后工地那个状况会你就是你没有那个时间。然后去打扮自己，所以我跟导演在讨论选角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不要让那么想当然了，因为想当然了已经在工人的群体里面了，对啊，那有一个想当然可能在公司像王经理那个部分一样的，或捷运局可能有一个想当然官方一样的，我们希望工地主任本来就是一个很中间，他就是站在公司立场要去跟工人维护好关系，可是又有些工地主任像他的角色是比较要站在工人的立场下，这时候公司会有点不爽他，是公司对，会有点不爽他。我就觉得那这个角色就是他要有女性化多一点点，不像一般观众想象可是他又在这个女性的性格中、外形中有一种悍吧，就是那个悍。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所以我今天的落差是这样感受来的，就是戏里面的强悍，同天师董董看到的钟瑶是不一样的，就是表示其实法爱董董心思 hit 要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美丽的这个角色，其实花了非常多力气去揣摩他，去营造他。单枪按呢，演技精湛赢了，哈嘎发每天都懂辛苦。应该也是觉得，我觉得导演也是帮了很多的忙，因为我觉得。也在某一些调戏的过程有吃了一些苦啦，因为我觉得朱平导演是蛮厉害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人间清醒的一个人，就他对我们来讲，他不太放任何的情绪在我们的角色跟人跟角色之间，可是他完全就是在那荧幕的后面去看我们在这个氛围当中是不是正确的演法或者是样子，所以他其实也有调过我，他希望我可以再更直接一点，然后再更再 dominate 一点。有没有觉得哪一场戏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就是要融入那个氛围，然后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应该印象很深刻的是，整部戏里面总是会遇到魔王关。那个魔王关就是你的客语就是怎么样讲不好，就2句话而已。那一场戏就是我们一群
工人们，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很多人已经被资遣了，然后我们在那个小吃部里面，然后围着一圈在那边讨论，我们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这也是工人们正式开始有点分歧的时候，然后我站在那个位置，有点想要说服凯勋那个角色，然后又希望可以增加工人。对，那场戏难在哪边呢？我其实只有2句话，可是它是一个群戏，然后那个群戏因为有很多演员之间很多的张力，很多的情绪，所以我在虽然很冷静在讲一些话，可是他们在现场在我面前叭，你知道我们常在看他们看到入迷，然后忘记是自己要讲，我真的很忘记自己要到我就怎么突然安静，这句话讲出来，当你要讲的时候讲不好。我今天这场戏，我大概卡了大概10几次吧，魔王关，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讲不好，有那么多人，对，然后那么多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拍完之后还要拍这一面，再拍这一面，拍这一面，再拍特写，哇，那场戏搞好久，我真的印象当中深刻的都是这个部分。魔王关是本哈嘎发卡豆是被客语卡住了。对，那场戏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可以看到竹生哥，然后还有看到凯勋哥他们在现场对戏的震撼。是那个有些东西是你来自现场，在摇滚区跟他们演戏的感觉。对，所以其实在这部戏里面，亚德宁夫在这些草根性跟他们的张力跟故事，也是南宏哥花非常多心思去经营的。我觉得，因为也是亚达故事，刚刚有共斗这个整个发想，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填调。在填调的过程中，有没有大概把你英雄董成记得非常深刻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接着刚仲豪讲那一场戏，就是工人们意见不一样这件事情，会是戏一个很大的情感的重心转折跟核心。因为我最想表达就是，工人不是因为他没有念书，他就不知道你读书人在想什么。他们其实是知道，但他们就是不选择那样做而已。所以有一次是真实的那个潜水无名事件的时候，其实营造厂有，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个工人们去做的某个医院的检查，这个职业病检查，因为那时候职业病其实还没有科门还没有很独立出来，他们觉得要依照我们日本方的，甚至要去日本做检查，我们才愿意赔。所以里面其实是有工人后来就愿意听信营造厂人，就要去日本做检查。对，然后因为当然公司想利用这些人来说服你们不要再走往抗争，说服你们就这样子没有就是没有嘛，就是用科学证据来告诉你嘛。那这个科学掌握在他身上，这种分化过程，我觉得他的这个行动让我是一个故事从后半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轴，这是我印象深刻。如果还有时间，有印象最深刻，我已经掉眼泪了，就是那时候。我访问那个工班是他在花莲，他一个工班，他们已经大概都70几岁，他们吵架吵了，从那时候到现在有点冷战了20-30年。后来去访问的时候，我到花莲跟光学一起花莲访问的时候，两边才讲出。其实那个误会是什么？因为公班说没有，真的没有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因为什么，他误会了，我们就去跟另外那个他的公班讲说误会了，所以2个人就再见面。30年之后，那个再见面就是其实都有见面，但是那个话讲开了，然后这个公班的就话讲开之后，半年后就过世。因为潜水服病吗？他没有，就一般生病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是让我就是这个冥冥中有注定让他要来有一个心结化解，这个是我就对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对，故说其實我做一部戲，睇下家電視台都想去動談戲，咩想同大家講動多事情。故說還有動多精彩的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再來。
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天阿權妹，都市會議組到3月28號起4到禮拜6晏晡頭9點，會同大家來見面，大家聽錯愛準時收看。有隻故事哦，講嘅當到議題到地度，啊唔過沒有當到輕鬆啊、小可嘅部分，大家真係做得好好來輕鬆一下。啊唔過剛剛講嘅依度那紅哥做田調發生本影響同層嘅故事，啊唔過其實也部戲劇嘅用心唔單唱到鴉片，剛剛也有講到音樂是申祥老師的這個專輯的靈感，啊唔過其實也幾部戲劇嘅音樂，韓國甚至我們是不是也請工地 F4有衝一條主題曲？這個音樂也是申祥老師打造的。對，就是全片的配樂，申祥大概有應該有在1/3，可能或是從他的靈案專輯再做改編，然後也每個角色其實都有一個自己的主題曲，就美麗也有一個主題曲，然後有邀請他們4位 F4合唱一首《甘酸甜》，很酸甜的主題曲這樣子。我覺得非常值得，令人值得期待哦。所以呢，不僅僅是影樂懂用心影哦，影力看到那個場景要還原到差不多1990年代那個時候，我還小的時候，嗰陣時插運啲嘅嘢，插運嘅時間，挖捷運的時候，然後甚至路上行嘅茶啊，然後你用的手機啊，都是要完全仿照過去的年代，其實係冇咁簡單嘅事情。啊，唔講嘅時候，清大概眼看呢，伊個素材就係佢真正啲嘅大龍在打那個捷運的隧道的時候，那個場景其實也花費非常多的力氣，對不對？驚豔我，太驚豔，真的。對，你有戲劇。當然啦，他整個我們那個走進去的時候是那種哇塞，到底怎麼那麼有錢啊？都市開劇對。然後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過程其實要講到這個隧道跟以往看到，其實痞子英雄也有搭隧道。就台灣搭隧道搭了幾次這樣子，然後 Kingston 然後拍一個車站也有搭隧道。這個隧道我覺得比較特殊，第一個是怪手要進去有一個開挖面，所以你想你搭的是個木頭，你開挖面怎麼挖它，木頭不會倒，因為景片嘛。然後第二個比較特別，其實是壓力艙。對，就是大家有看到現在有些劇，現在這個就是壓力艙。對，壓力艙其實看就是個太空艙，其實簡單說就是因為你。台北市是個盆地，地下水很多。捷運你靠近綠線，靠近新店溪，地下水是滲到你挖的這個空間裡面的，所以我們必須要變成密閉，灌可能2倍空氣、3倍空氣，水就會流到別的地方，水就不會進來這個空間裡面。那你要進到秘密空間，中間就要有個轉換艙嘛，裡面是3個大氣壓，外面是1個大氣壓，所以人要進到這個空間裡面，慢慢加壓成3個大氣壓，然後打開門，然後才進去，然後收工的時候回來，然後再減壓。好，那像潛水，你一定最知道啊，台灣你會潛水，你是前幾名。有，我其實有進過壓力艙，真的是因為潛水，也是因為潛水。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潛水服病，只是有一點點可能含那個氮氣太濃，所以那時候有進了減壓艙感受過，其實不是很舒服哎。減壓的時候應該很冷。不只會冷，而且你會覺得頭悶悶脹脹的，然後壓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有種在輕飄飄的這樣。所以你這樣想象哦，你工作4小時，你加壓其實大概15分鐘進去，你工作4小時之後，其實你要出來，出來大概40分鐘到50分鐘之後，你要再回到工地。回到工地，你大概只能再做2小時，然後給它減壓，減壓又要50分鐘，所以他們每天其實這樣重複，這很危險，做6天，非常危險。可是就是賺錢就這樣，他們那時候很重要，這對他們身體健康很重要。他們其實會得，就是因為你跟潛水一模一樣的原理，就是你上來的時候減壓時間不夠，氮氣就會留在身體裡面啊，都會留在關節，啊骨頭就會黑化。對，黑化有很多種原因，但這一種原因就這個叫減壓症。對，干阿偏也就是我們說的潛水夫病。所以剛剛一開始看到預告就是說，我又不是潛水，我怎麼會得到這個病？就會引力壓中是工傷的原因。故說為了要做這個很重要的場景，發一東斗力氣，然後甚至好像還有邀請當初真的在挖北捷的這些前輩們，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場景，他們覺得很厲害，很逼真。那時候因為你們正在拍，我就其實女兒拍的時候，我就起心動念。因為我訪問過他們，說那已經30年了，我就回想，我30年後回去我的小學，坐在那裡，我覺得那個東西應該是一個既陌生又熟悉，所以說我就打給工商協會說，我有一個想法，我想邀請他們一起回來看看就好。
所以在那一次会议上，他们问我说：“你为什么想要？”我说：“我不是为了行销，我就只觉得我们花那么多钱，你们就回来看看，因为人生大概就这一次了。”所以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位大哥，他属于神话一哥，就他当天坐在访问的时候话很多，大家都吓一跳说：“你怎么讲那么多话？”就是大概就是他又回到那个当时的感受。这个减压舱是不是还留着？留在。因为我们办了一个中部的座谈，放在我姑姑家的门口，我们搭了，大家太厉害了。我们就把它，我就放在那里，我觉得有一天应该会用到，看我要。说不定我们观众都在收听哈嘎天使团，说不定我们后面的行销有机会可以再办活动，对不对？可以。对，所以大家真正同其他也不稀卡，因为真正发的动作事件，韩国动作心理去做亚杂都市会记住也不稀卡。故说今日东南地有抢到2位了，都节目当中当然。来参加那富希卡拉 OK， 那我觉得来，我因为亚富希卡同捷运跟捷运有非常深刻的连接，我相信天使机条前观众朋友应该都有抽过捷运，也就是都有认识捷运。那我们就来念客语的捷运站名，让2位猜猜看到底是什么站名哦。好啦，准备咯，第一题，府主站，府中吗？南文哥知道吗？府主站，府主站，哈嘎天使台在哪一站？有福州站吗？有湖州站在这里。湖州站，然后再来一个南港软体园区啊，南港科学园区，南港软体园区，南港软体园区，再来一个圆，对。对不起哦，讲出华语了，再换一题。万凤沙崎站维多嘞。社区。我家那边。对，万凤沙。好，那请2位一起说出台北车站的客语，1、2、3。台北茶站，台北茶站，台北茶站，有没有突然那个客语的那个训练的记忆全部回来了？可能我听力比较好，听力是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堂都今日总有因为做的也铺都市会议组做的好的都堂的是按到好方给吃到动感同故事对，很感动。看的时候你听我的客语还可以。懂眼，今后我觉得很努力。而且还是用南西烟，就主要南四线，对，所以我觉得做得看到安永嘅一部戏卡同感同，故说演唱总有再跟同大家分享一下呀，播出的时间。好，都市咖喱组呢会在3月28号的时候开播，会在每周6的晚间9点在客家电视台跟大家见面。哇，好漂亮！总共几集啊？总共几集？10集哦，10啊！故说大家听众来准时收看，今日非常什么重要？也谢谢南宏哥，谢谢来到节目当中啊！各位电视机条前观众朋友，听众好好来收看都市会议组哦，接下来就听听欣赏，向下来做运动。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數傾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